唔少舊式工廈同雙樹大廈都有人喺後樓梯放雜物，阻塞走火通道。消防處近年已經加強巡查同執法，點解情況未有明顯改善呢？佐敦華豐大廈5死3級火1年，違規嘅情況仍然嚴重，要點樣處理呢？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。佐敦華豐大廈舊年發生火警，造成5死40傷，有立法會議員就形容係血的教訓。但係1年過去，我哋再次嚟到視察，發現有滅火筒被移走去做門擋，令到應該保持關閉嘅防煙門變成長期開放。點解居民未有吸取教訓呢？呢度唔係一個工廠單位，而係長沙灣一棟工廈嘅後樓梯。地下堆積大量雜物，包括電子零件同埋金屬器材。原本大概2米嘅通道，可以行嘅位置剩低唔夠1米。呢度更加放咗拖板，接駁電子煮食爐同埋雪櫃。我哋日頭再嚟睇下，更加有2個人喺呢度做嘢。喺一個係低層嘅位嗰度呢，係有咁多插頭係插住喺度呢。咁個危險性呢，就係第一啦。咁如果真係火警嘅話呢，係會令到個火勢更加猛烈啦。咁第二就係當火警逃生嗰陣時呢，嗰啲人佢哋會衝落嚟嘅時候呢，就好容易會撞冧晒。咁當撞冧晒嗰啲電器呢，就好容易會短路。咁短路呢，就係會令到個火勢更加蔓延。呢度落唔落到去㗎？行嗰邊落去啦。行嗰邊落去啊！工人甚至唔俾我哋通過。嗰度亦都係現場環境係充滿住雜物。咁佢見到我哋咧，亦都唔俾我哋去嘅。咁我哋試諗下，如果真係逃生係有火警嘅時候，佢亦都唔俾我哋行呢一條路，而佢自己又喺度做緊嘢，滿地又係雜物，成個逃生嘅空間又細。咁真係發生火警嘅時候，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呢？我哋致電大廈管理處查詢，對方承認有人喺走火通道做分類回收。可能你見到有人喺度嘅時候，就係去分翻好邊度，因為有啲嘢可能會回收到嘅，我哋會攞去做回收咁樣啦。如果唔係當垃圾咁掟走嘅，我哋揾人去清緊咁解啫嘛。消防處回覆話，今個月派人巡查呢棟大廈嘅時候，發現個別樓層嘅梯間同埋公用走廊有雜物阻塞嘅情況。已經發出2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，同埋提出1宗檢控。曾永雪再到同區另一棟工廈，同樣發現多個樓層都有人將貨物存放喺後樓梯嘅位置。部分雜物嘅隔離貼有大廈管理處今年3月發出嘅通告，要求相關人士4月之前清理。呢一度嘅大型傢俬同埋垃圾都依然擺咗喺個梯間，依然係阻塞緊走火通道嘅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呢一啲通告都係形同虛設嘅。見到咧呢度其實好多積車架咧，佢哋都嗰啲角咧，亦都突咗出嚟。咁如果衝過去跑嘅時候，亦都好容易會撞到呢一啲角嘅。呢度係位於旺角嘅先施大廈，屬於商住用途。大廈入面有賓館同